就呢個咁細小嘅地方入面，澳門社區嘅規劃、生活嘅群體都各有特色，而宣教士往往就會因應住呢啲特色去思考佢哋嘅宣教策略。咁當初宣教士又係因為睇中氹仔區啲乜嘢而選擇去嗰度開展堂會呢？其實早喺2003年，差會已經有感動，要喺氹仔開設教會。原因係當時澳門嘅宣教同工發現，隨住2000年澳門路氹區快速發展嘅帶動之下，氹仔開始成為澳門新嘅交通樞紐，吸引唔少嘅商人投資同埋人口遷入。一方面既促進咗氹仔嘅基礎設施建設，同時都帶動商業同旅遊業嘅發展，仲成為咗唔少大型項目同發展計劃嘅理想地方。2003年，氹仔已經由原本2萬嘅人口增加至12萬，佔當時澳門總人口嘅1/4。而選擇住喺氹仔嘅群體，亦多數以年青而中產嘅夫婦以及佢哋嘅子女居多。雖然話澳門係好細，但係其實澳門人都有住好強烈嘅地域觀念，所以如果佢哋生活嘅方方面面都可以喺自己屋企樓下搞得掂，佢哋就會搞掂晒佢。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喺氹仔區建立教會，將會可以更加適切咁服侍到當地嘅居民。感謝主，2006年12月，差會就喺氹仔南京街嘅世界花園地下租借咗一個鋪位。2007年宣道會氹仔堂成立，並且由何國龍信徒宣教同工伉儷擔任負責同工。嚟到2025年，氹仔堂亦都好快邁向20週年，當中經歷過唔少同工艱苦嘅開荒。喺何國龍伉儷之後，有陳貝晶宣教士作為負責同工，之後有梁祖永、杜燕玲宣教士接手，直到今日。氹仔堂嘅堂址亦都搬遷過幾次，由原本喺氹仔南京街世界花園嘅地下，2013年搬到去全亮花園地下。2017年，我哋好感謝主，透過宣教同工嘅努力，帶領住越嚟越多嘅會眾嚟到氹仔堂，所以全亮花園嘅地鋪又開始唔夠用。同時，適逢去到2018年，租約已經到期，於是主又帶領我哋去到附近嘅華南工業大廈，一個更加寬敞嘅地方，繼續氹仔堂嘅事工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一般澳門嘅工業大廈，如果要用作教會嘅用途，都需要大規模嘅裝修改裝。不過華南工業大廈呢個單位，由於上一手係一間售賣鋼琴同樂器嘅琴行，所以裝修同間隔上本嚟就已經好適合教會嘅格局。於是又令到氹仔堂減省咗一大筆裝修嘅費用。我覺得其實氹仔堂都俾咗好多年輕夫婦嘅祝福啦，因為我都好記得當日牧師工場主任牧師要喺氹仔堂設立教會，原因就係因為見到氹仔堂啲年輕夫婦有需要，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度都相應咗一啲以前認識嘅弟兄姊妹啦，咁樣咁大家都帶住唔同嘅需要嚟到宣道會氹仔堂咁。經歷咗幾個傳道人嘅轉換啦，咁而家就係梁生同埋杜牧師，咁佢都俾咗好多牧養俾我哋一啲年輕嘅夫婦啦，特別喺嗰幾年小朋友要成長，其實都幾多嘅轉變啦、壓力啦咁樣。咁就一啲年輕嘅夫婦成為咗一啲嘅肢體啦，咁我哋一齊喺氹仔堂裏面成長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啦。氹仔堂喺唔同嘅宣教同工、弟兄姊妹以及短宣隊嘅努力之下，已經由最初開荒嘅時候只係得零零星星嘅參加者，已經成為一間有住40人、有團契、有小組嘅教會。我哋盼望主繼續興起新嘅屬靈領袖，帶領住氹仔堂喺澳門為主作美好嘅見證。